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第16节到第34节。和合本圣经在第188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第16节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污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利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：“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”她1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：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西拉，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：“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”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。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卒严谨看守。禁卒领了这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西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卒一惊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尽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：“千万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禁卒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、西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他们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，就在那时候，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。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。他和全家因信了神，都很喜乐。请本堂许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满有喜乐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聚集在圣殿里，让我们来敬拜赞美你，让我们来享受你所赏赐的恩典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求主你圣灵亲自来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领受到满满的喜乐。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很生动的一段的描述。谢谢书成执事刚刚这么生动的为我们将这段经文，好像再一次的重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好像在我们的身旁发生了这些事情。那么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否能够常常有这样的跟经文的连结呢？上个礼拜才刚过完复活节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这边要问的是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件事情吗？就如同刚刚的经文，我们有看见经文当中的这些事件吗？然而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耶稣复活，或者是圣经当中这些所记载的这些事情，跟你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？当我们看见当我们从圣经当中看见耶稣复活，我们从上个礼拜的复活节礼拜当中去听见了耶稣复活，然后我们相信了。那么牧师要再问你们，你们心里是觉得很兴奋吗？很高兴吗？我想
我们应该是要很高兴、很兴奋。在今天全世界的人口里面，有着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大约有23亿的人口，广义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说，不论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等等各个教派，只要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些教派，广义的来说有23亿的人口，大约占全球人口数的1/3，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救赎。那么我们应该很兴奋。我们兴奋的不是因为这1/3的人口得救了，我们兴奋的是因为还有2/3的人口，他们还不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努力。然而在台湾，基督徒的比例更低，使我们更加有发挥的一个空间。所以我们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来实践耶稣所给予的大使命，就是传扬福音。但是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依然会去面对现实当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困难。那么请问一下，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什么样的状况让你感受到挫折？让什么样的状况让你遇到你觉得我心灰意冷了？但是当我们听见或看见有人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应该是非常兴奋、非常高兴的。在上礼拜的复活节信息中的多马，他看见了耶稣站在他面前，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无法真正的相信，所以他就要去接触到耶稣的身体，接触到他手上的钉痕，他肋旁的伤痕，他才能确认这是复活的主耶稣。我想多马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心中可能是充满着疑惑，也充满着挫折。那么就如同上礼拜我们的问题思考当中，我们是否也像多马一样的状况呢？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跟多马的情况很类似呢？今天的经文记载着保罗他的这一段叙述。在这段实况当中，保罗从不相信耶稣、迫害耶稣的门徒，直到在路上被主光照、与主相遇之后，他开始传扬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救恩的信息之后，一路上保罗也是遇到了许多的状况、问题与挑战。当然，他也有很多的事情，他很顺利、值得欢喜、快乐的。那么保罗他所面对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经文记载着保罗走到腓立比，他依然继续去寻找有人聚集的地方，他坐下来与一群人来对谈，他谈论的是耶稣是基督的信息。其中有一位妇女相信了并接受洗礼，随后保罗就被留下来在那个地方。当保罗被留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继续去寻找一个可以祷告的地方。所以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位使女，这位使女是被污鬼所附，因为这个污鬼他会一些法术，所以让这个使女的主人可以因此而得到极大的财富。但是保罗的出现让这位使女跟着他连续好几天都不断的说，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。一直不断的在他旁边一直在告诉他身旁周遭的人。经文记载着保罗被这位使女不断的喊叫，以致他心里烦厌。被念在旁边有人不断的一直用声音一直在干扰他，一直在诉说，虽然这个使女说的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却这个声音一直在他旁边，导致他要说话，他要行走，他要做任何事情，他都心神不宁。这是保罗面对的一个困境。再来是当保罗转身向鬼说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之后，
保罗的这一段话，使这个鬼从使女的身上出来了，使女恢复了正常。但是他们的主人们却因此得到利益的这个来源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就将保罗和他的同工抓了起来，说保罗来搅扰他们，在他们城里传那些不可受、不可行的规矩。保罗就被关在监牢里。这是保罗面对的另外一个困境，不时的攻击导致他受到陷害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。但是保罗的历程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没有。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的心依然是仰望着上帝。所以在经文里面记载着说，他们祷告寻求上帝，他们唱诗歌赞美上帝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地震动了，手铐和监狱的门都打开了。那个时候看顾监狱的这些人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，拿起刀来要自杀。保罗在那个时刻看见了，他喊了一声，叫他不要自杀，因为我们在这里。这是保罗面对的另外一个困境，另外一个难题。他要使人的生命得到保全，不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受到伤害。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他面对的这3个困境，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时常的发生。但是保罗真的只遇到这些困境，他没有顺境吗？同样的这些事情，我们来看，保罗他所面对的状况也有顺遂的时候。当保罗被这个使女一再的打扰，心中觉得厌烦的时候，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将他所被打扰的这个状况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主来掌权。因着主耶稣的权柄，保罗就将那个鬼给赶了出来。这是保罗很顺利去面对这个状况，而且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因为他奉主的名将鬼赶出来了。第二个是，当保罗和他同工被陷害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事情，经文记载只有2件事。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个是唱诗歌赞美神。在那个时刻，监狱的门就打开了，手铐脚镣也打开了。保罗在面对艰难的时刻，他的身体被关在监牢的时候，他仍然用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并且不断的唱歌来赞美上帝。最后我们看，当看顾监狱的人，他看见门被打开，心中想说：完蛋了，我要被长官杀头了。他的前途看起来是一片黑暗，难逃一死，心灰意冷，所以他要自杀了结。保罗看见他们即将自杀，就大喊着：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这时候看顾监狱的人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？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使我的生命可以保存下来？保罗就对他们说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人就必得救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，并将主的道理讲给他们听。他们就在那个时刻接受了洗礼。保罗用救恩使人的生命得到重生，得到拯救。这也是保罗他所领受到的呼召，要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众人。这个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他所遇到的困境，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他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现今的状况又是如何呢？我们是否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境呢？我们的困境有可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，用你个人的角度，为着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，工作上的事物，
人际关系、家庭、亲子，许许多多的东西都烦恼着你，导致你心神不宁、情绪不好，时时觉得厌烦。也有可能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大一下，开阔一下你的视野。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台湾这块土地，基督教在台湾的宣教历史里面，我们还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，但是我们依然面对着其他宗教的问题。这几个礼拜，桃园地区有很多的庙在游行，有很多的庙在办仪式，所以我们都觉得周遭非常非常的吵，它所发出的声音困扰着我们，我们好像无法对它做某些事情。那个时刻，其实我有点沮丧，我被那些声音吵的，我其实心情很不好。我们再看一下台湾这块土地，周遭充满着偶像，所以我们心中是否就觉得很沉重，被绑住了？台湾的社会议题在最近这几个月持续的发酵，让我们更加的看见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社会的议题出现。3月份有太阳花学运，是服贸的问题。这个礼拜又有林义雄先生为了核四的议题在进食。我们所面对的是关乎全台湾人民生存的议题，它其实不是看表面的而已，它有的是社会公益的议题在这当中，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们要如何来回应。太阳花学运，新闻媒体给它下一个标题叫“不能缺席的一堂课”，代表着我们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所要在这当中学习的是什么。不是服贸的条文，不是反对不反对的问题，而是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公义在这里面。我们要如何在这当中去学习上帝的公义，让台湾就如同他们用蜡烛摆出来的能够发光发亮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中的一个蜡烛，来照亮着台湾这块土地。还是林义雄先生的核电的问题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零核电这样的一个议题？这是我们生存的台湾。那么，我们再从经文里面来看保罗的心意。保罗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张宇帮我放上一页。好，我们来看保罗。保罗又名扫罗。其实保罗的背景，他是出于来自罗马利基加省的大树城。他一再的强调自己是个血统纯正、如假包换的犹太人，是属于便雅悯支派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保罗他这样的一个背景，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真诚热心的法利赛人。他熟悉圣经，笃信犹太教，而且惯行犹太教的律法。也因为他出于对上帝的忠诚，他相信耶稣宣称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件事，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，所以在那个时刻，他的心意就是迫害基督徒，追捕那些亵渎神的人。对他而言，那个时代、那个时刻是他应做的事情。但是直到他前往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主耶稣，他对耶稣的看法才起了变化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一道光从天上射下来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仆倒在地，有主的声音对他说话。或许在那个时刻他很难受，但是他发现了，原来他在迫害的那些人，他并不是真正的那些暴民，而是复活的主所交托的。这是保罗他人生生命的一个转捩点。
因此他不单单只认定主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更将是为神发热心、很有负担的，将他的心思意念转向福音的工作上面。从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，保罗是一个巡回布道者，他一面制造帐篷为业，一边做传道的工作。他四海为家，不停地往返各地，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，训练门徒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他经历了疲乏、痛苦、饥饿、寒冷、赤身肉体，被殴打、被监禁、被石头打。他在海上也遭遇危险，但是在他的记录里面，他没有因此而放弃。他写过13封书信，教导以及兼顾各地的教会里面的信徒。保罗虽然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但是他侍奉的焦点是在于为外邦人的而工作的，所以他又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保罗所依靠的是对耶稣的一个全然相信。他对鬼说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在监狱的时候，他用祷告和歌声赞美上帝，以及对监狱的狱卒说：“当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”这是保罗在他生活中真实的去传扬他所经历的一个救恩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，上帝赐给我们学习的机会，耶稣也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刚刚我们看到，我们所要行动的、所要回应的是什么？在刚刚讲到核电，不好意思，跑 PPT 跑掉，帮我放到小杨那张第一张照片。我们讲到核电，在4月初，因着总会接待日本小杨宿营来台的活动，这群孩子们是居住在3年前311福岛核灾之后的限制居住地区，他们无法出去到户外，他们只能待在室内活动。所以当他们这几天来到台湾，在宜兰的海边，他们划着独木舟，他们的能够很快乐自在的享受在这里面。他们也在草地上可以很快乐的在那边玩耍，因为在他们限制居住的地方有辐射的落尘、灰尘，他们不可以去碰草地，连路边的一棵小花、小草，他们都不能碰。所以当他们来到了宜兰，在草地上玩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开心，他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活动、来运动。在这一次里面，这一张照片让我深深觉得感动。这个小女孩，她有2年的时间没有到过户外。当她踩在宜兰的海边的沙滩上的时候，她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很快速的跑过去，她是一步一步的脚踩在沙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活中的事物烦恼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去思考的是，未来影响我们的是什么？主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主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耶稣是喜欢我们老是待在教会里面，赞美上帝、敬拜主，刻意的将自己与一般社会大众分别出来吗？还是耶稣要我们直接进入属世之地，在现今的社会中活出主耶稣的样式？主耶稣说：“我要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”我想教会，当今的教会，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，我们是否常常为了办许多活动而做着，不停地处理属世的许多的事物而忙碌不堪，忽略了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的命令，要我们从那个
负面困境当中拯救出来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这个末日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主耶稣最后来的意思，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来。他的意思是要我们赶快，不是慢慢来，赶快就去传福音。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，并不是与我们不相干，但是只有现在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有行动。我们的行动就是，要透过祷告。复活节那一天，教会举办了通宵祷告会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仔细看周报的出席人数，有80、90位的人，他们迫切的在通宵祷告会当中，为着个人的认罪悔改，为着桃园地区，为着教会，为着国家，为着公义，迫切的祷告。第二个是，我们要确认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议题，不论是社会议题、经济问题、政治问题，我们的观点是什么？那我们要收集各项资讯的来源，如此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落实圣经的教导，不断章取义。我们唯有依靠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。今天的经文在最后说：“因信了上帝，都很喜乐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再一次问：你们有真正的喜乐吗？我想，真正的喜乐，我们从心，你的心里面来开始。无论你过去信仰的经历是如何，我邀请你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去回顾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无论是在困境还是在顺境，你应该都可以看见上帝那个恩典的痕迹在你的身上。你可以再一次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内心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真正的，而且是唯一的主。那你所有的一切的担心、忧郁、厌烦、烦恼，都因你的心尊主为大，可以得到释放。主耶稣就成为你一生的祝福。所以你的心就要看见恩典，邀请耶稣来进入你的心中。第二个是，我们要有新的视野。当你的心改变了，不再用自己为中心，凡事都以上帝为先的时候，我想那个时候的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，也就会逐渐的开阔起来。看见的事情不再是负面的，是困难的。你会站在往上提升的这个高度，来看见上帝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的心意，也会真实的去领受到美好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新的视野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上提升，去看见上帝的心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欢欣的心，新的盼望，因为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真实的恩典，在生活中不断的感受到上帝的保护与同在，因此你就不会再感觉到你的未来是没有盼望，你也不会再害怕我的未来是如何，你也不会再害怕现在的社会是变成什么模样，因为你的心中知道你有上帝可以依靠，因为你有新的视野，你知道我应该如何去查验上帝的心意，你就会知道你应该如何来回应与行动，你的心中就会有满满的喜乐，你生命中所展现出来的形态，就会使其他的人受到感染，对自己、对其他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你喜乐吗？当你呈现出喜乐的感受的时候，当你呈现出喜乐的状态的时候，我想主耶稣在你的心中所发挥的那个能力，会使你不断的去传扬上帝恩典的记号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心中再一次充满着喜乐。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尊主为大，能够凡事以你为优先，
站在你的角度，开阔我们新的视野，让我们去看见主你的心意，去领受到那美好的恩典，对未来就不再害怕而有盼望。谢谢主，再次恳求主将平安喜乐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透过祷告、读经、赞美来与你连结。此时，我们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同心来回应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今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